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叫做装备管家受托的能力。管家受托，大家语句上不是很直接啦哈，其实就是我们要一起来学习神在这个世上交代每一位基督徒、每一位他的百姓，对于我们的财产、我们的财务、我们的经济，要有一种正确的观念。受托，我们是神的管家。当我们读了第一段经文，是大家很熟悉主耶稣的比喻。耶稣讲了这段故事哈，我要下面因为可能就没办法提到，我要在这边再强调一下他故事里面的重点哈。他讲说有一个主人呢，他交代了他3个仆人，然后因为他要外出了，所以就交代5000块、2000、1000个金币给他的仆人去管理。然后他提到说，那领5000块的就立刻去做生意，另外又赚了5000，等于是加倍了。那2000块的也一样，又赚了2000，只有那1000块的，他把它藏在地里面。然后主人回来跟他们做结账的时候呢，那领5000块金币的来给主人说，我又得了5000，那来交账。那主人怎么回答他呢？这一句话是我们今天一个很重要的主题。主人说：“很好，你这又好又可靠的仆人，你在小树木上可靠，我要委托你经管大树木。进来分享你主人的喜乐吧。”好，这个是这段经文里面主人对仆人的一个肯定。那我们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常常会有不同的领受哈。比如有人会觉得说，好像那5000块的好像比较厉害5000块的好像主人比较看重。但是你如果从主人对5000块跟2000块的仆人用同样的话来祝福，同样的话来肯定，我们就知道说，那个数目只是一个不同的层次，重点是在于这一句话，说你是又好又可靠的，然后说我要给你监管大的数目，因为你可靠嘛，所以我就值得交托你更大的数目这个是这一段话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部分。我们在这几个礼拜要一起分享学习这个上帝国的经济学当然不是那个大学里面的经济学的课程不是那种课程，是我们从圣经里面得到一些对我们在身上最普遍的这一种财务的一种圣经的教导跟观念那我们上个礼拜讲的第一个主题叫做借钱给耶和华，它的主题在讲说，我们透过慈善救助带来丰盛生命的交换。那今天我们要分享装备管家受托的能力。换句话说，我们要培养能够管理上帝所托付你的，或是托付你的家庭的这个钱财的智慧跟能力。你要先有这种能力，你才能说到底要监管多大的数目。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但是大数目给你，那就是一个灾难。缺乏还只是苦一点，那多余的就是灾难了。因为这一个故事太多这样的故事。第三个是我们这个信息里面最重要的核心重点，是1/10这个数字，是一个神圣蒙福的数字，这个奉献的奥秘跟祝福。我们要从圣经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学习，我要加一个主题叫做从贫穷到富足的礼物。我们从历代的教会的历史，或是我们从圣经很多基督徒得到的一个观念，好像觉得在基督徒的社会、基督徒的团体里面，讲到钱、讲到富足、讲到富有，就是好像很有罪恶感。那其实有圣经的学者，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家，
他在告诉我们说，其实有误差，因为拥抱贫穷其实是魔鬼的轨迹，因为从圣经里面许许多多都是要丰盛、要充足、要美好。为什么我们常听到是要贫穷呢？这个是我们要转变的一个观念那我们要陆陆续续来跟大家一起分享。那我们今天的主要的主题是什么呢？基督徒是上帝在这个世界的管家。我们的态度是，无论世界你拥有任何的财物、资产房子、车辆、儿女，这些我们都要认定我们是基督徒，是上帝的管家。刚刚我们看的那个圣经的经文，马太福音25章，他在讲3个仆人的比喻。他们主要一个重点是说，按照才干，按照这个仆人的才干去接受托付。那才干不是说他很厉害很会经营，他还包括是可靠、有信用、有能力，这个才是重点。所以我们看到其中5000块的金币的仆人，他是做事的态度是怎么样？他说是立刻去做生意，而不是推脱、胆子小、不勇敢，而且没有办法有那样经营的能力。所以那个重点，主人才会赞美他说你是信实又可靠的。所以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后半段我们有读了我们知道说那位领1000的他最后把钱藏在地洞里面，那主人就很生气，说你是个又懒又笨的仆人，你即使不想做，你就把它记在银行里面放在钱庄里面，你至少可以生利息所以他不只是懒惰，而且是笨，没有能力所以这样的情形，我们就从经文里面学习到说，我们做个基督徒要领受什么事呢？领受在生命历程中，我们身上拥有的钱财，请记得，不是你私人拥有的，是上帝托付给你。一旦有这种观念，你会发现说，你的那个心情态度非常的从容，因为你知道神交代你这一些钱，到底是把它花到无所谓的无谓的那种奢侈，或是一种放大，或是甚至去犯罪，还是你用这些钱成为上帝福音的出口？我前几天跟谢牧师还有我们教会几位是在新楼医院服侍的我们的弟兄姐妹去参加一位老长老武秀烟长老的告别式他在这个告别式，因为他93岁神给他家里很大的祝福了我在听那个牧师黄德成牧师在做主礼讲道的时候，讲到一个小故事，而且这个故事跟今天我们这个主题很有关系。他讲到一个犹太人寓言的故事。他说，人的一生有三个朋友，跟你很有关系的。第一个朋友，他天天跟你在一起，寸步不离，但是一旦你生命结束了，他就很无情就离开你了。第二个朋友，他跟你是好朋友，但是不会天天黏着你，偶尔跟你联络一下。那第三个朋友是很少联络，但是呢，当你离开了，当你在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任何的权利了，没有任何的钱财了，他还继续跟随着你。犹太人讲这个智慧的寓言是在讲什么意思呢？他说，原来这个天天跟你在一起的就是钱财。你这个朋友呢，天天跟你在一起，你缺他不可，天天都需要用到。但是你一旦人离开了这个世界，他就很无情的不理你因为你钱没办法带过去。所以这种朋友呢，在世界的时候是很好，但是一旦你不需要，他就离开你了。第二个是你的名声跟地位，当我跟你在一起，但是过不久，
一旦你的权利失去了，你不再站在这个舞台上了，他也就不再理你了。那第三种，虽然不常常跟你在一起，但是一旦你失去权力、地位、失去钱财，他仍然始终的跟随着你。这第三种朋友，就是叫做你的好的行为，你的慈善的工作，你的好的品格、好的行为、好的爱心，他会永远跟着你在一起。那我们就知道说，原来钱财是我们一生最亲近的朋友，但是他也最无情，因为一旦你离开了这个世界，他也就不理你了。所以，我们领受到基督徒一个管家的职责，我们要受托、受管理的。你是受管理，而不是说你拥有是管理。所以，我们是上帝钱财受托的管理者，就是你是一个暂时的保管者。所以，从耶稣讲的比喻，从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例子，我们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我们要求上帝让我们有能力来管理你身上的钱财，就是做一个5000块的金币的仆人，因为他好又尽忠，他是立刻去做。我们知道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全世界没有一个地方不是这样子的，就是钱越多越好。但是我们知道钱越多越好有3种状况，我是把它做分类的。一种分类是人追着钱跑，我们做生意的人最怕跑3点半，对不对？哇，尬钱很麻烦的，欠的钱要还，不还的话会被扣什么？我们的卡、我们的信用卡、我们的什么账户没有存钱存进去，他要把你扣卡，而且还把你锁卡不得了，还要一直追着钱跑。人大概这一类人是这样。但有一种很幸运的，哇，他不用努力什么，他的钱追着他跑。我们知道台湾很多做金融事业或是投资事业的，他天天躺在家里面，就有人帮他们算账，就有人帮他们存钱，因为他用那种财务的杠杆，或是用投资钱追着他。但有人是他自己能力好，比如他有很好的技术，有很好的一个专业能力，很多老板都拿着钱往这里，拜托你。我们在高雄呢有一位长老，他是很早期呢，他是在做金属的一个验证的工作。他退休了，他的同事不让他退休，说拜托你来当我们的董事长，我们开一个公司，你就当董事长就好，因为他有这样的能力，他有的这个等于是一个人脉，所以人家捧着钱请他来当顾问或是当董事长。那这个也不一定是全部都是好事，因为有时候钱追着你跑的时候，你的烦恼就更多了。但是另外一种大部分都是这样子，我们要跟钱和平相处。你需要的时候没有欠缺，但是呢，你不需要的时候也不会缠着你，让你绑在烦恼当中。我不知道你追求的是哪一项的但是我们知道基督徒不管你身家有多少，你的财务有多少，我们记得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要有正确的财务的观念，是管家最重要的职责。那我们刚刚看了耶稣讲的比喻，有人统计说，耶稣一共讲了38个比喻，其中有16个跟钱财有关。那另外有一本书提到说，圣经中提到跟钱财有关的经文有2350节之多2000多节这样。那这2300多节的经文呢，他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2350节经文不只是教导我们怎么样做11的奉献，更重要的是教导我们如何管理那另外的9%。你做1/10的奉献，那很棒，非常就是标准的基督徒。但是更好的是，圣经里面还教导你怎么样运用那9%。好像你失去1/10，减少了。但其实神在里面有一个奇妙的数字，是会让你增加而不是减少的。
那这是下一次牧师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印成中文了，翻译成中文，它叫2350节圣经财务管理的一个解密哈。那我们从主耶稣的教导，主耶稣没有讲说那5000块又赚5000块是不好啊，对不对？那表示丰盛在主耶稣的观念里面没有是坏事嘛。好，那我们从刚刚这本书的介绍，圣经呢的教导，它没有排斥财富，不是排斥财富，它是教导我们要怎么做呢？他说，第一个，我们不要做钱财的奴隶，你不能做钱财的奴隶，被他绑死了。你奴隶有自由吗？你奴隶能随便动用吗？你奴隶能够随便自己支取吗？不行。所以呢，圣经经文就这样教导说，没有人能够侍候两个主人。他要不是厌恶这个，喜爱那个，就是看重这个，轻恨那个。你们不能同时做上帝的仆人，又做钱财的奴隶。因为做上帝的仆人，你是很从容的，你是对财务感到独立的，没有任何的捆绑，你是随时运用非常的自由的。但是你当做钱财的奴隶，你是没有自由，是被绑死的，你天天愁烦的。那这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第二种，圣经是教我们不要贪婪。有钱很好，但是不是贪。他说，因为会导致犯罪跟败坏。请问前书6章6到10节这段经文给我们非常好的保罗的教导哈。我们看这个经文这样说：是的，一个人若知足，宗教的确可以使他富有。我们来到这个世界没有带来什么，我们又能从这世界带走什么呢？如果我们有的吃，有的穿，就该知足。那些想发财的人就掉在诱惑里，被许多无知和有害的欲望抓住，终于沉没毁灭。我们看这段非常警示的话，他说：贪财是万恶的根源。有些人因贪慕钱财而背离了信仰，饱尝痛苦，心灵破碎。所以你看看，耶稣赞美这个5000块的啊，最有钱的一位啊，但是主耶稣又告诉我们，不能做钱财的奴隶。保罗又提醒我们，不要贪婪，因为贪财是欢乐的根源。你一旦贪财，你就头脑就会产生很奇怪的变化，你的思想、你的理智就不清楚了。所以有人在研究，我说这些被钱财迷惑的人呢，他的脑筋、他的脑部可能智商会减低，因为被贪心所迷惑掉。所以基督徒请记得，我们一定要去追求一个装备管家受托的能力。这个我们再看下面圣经的教导，申命记上帝教导我们说，财物是上帝所赐给你的，你身上的钱财是上帝所赐的，不是单靠人的能力所得来的。我们看这段经文，他这样说，申命记8章16到18节说，在旷野，他把玛纳是你们跟祖先没吃过的食物赐给你们，他先以艰难考验你们，使你们谦卑，然后以美好的东西赐给你们。所以先去经历到那些艰难、困苦、不足，你才知道财务的重要。但是因为你经历了那些困境，所以你就会谦卑。当你拥有的时候，神给你的食物跟你的物品、财物就是美好的。我们都知道，这段话还继续说，所以不要以为你们是靠自己的双手和力量致富的，你们要记住，那是上主你们的上帝赐给你们力量，使你们致富的。所以，无论你财务有多好，你如果记住这个观念，那神的恩典祝福就越来越加添。当你自己觉得这是我的，这个是我辛苦得来的，这是我靠我的智慧能力得来的，你就会像那位1000块的人，
1000块金币的仆人，因为你觉得你拥有了，你就等于是你把钱财藏在地里面，神的祝福就停掉了。那是非常重要的教导。他说他这样厚待你们，因为到今天他仍然信守他与你们祖先所立的约。各位弟兄姐妹，可能你是第1代的基督徒，也可能是到台湾已经150多年了，有人已经到第6代了。请记得，神怎样跟亚伯拉罕来立约，也同样跟我们属灵的祖先来立约。他供应丰盛是他本来就立定的约，只是我们怎么样去领受，我们怎样去管理，我们怎样学习受托哈。所以人拥有钱财多少不是重点，是能有效管理、发挥功用才是。我们常听了一句俗语说：“人无横财不富嘛，马无野草不肥。”这句话看起来很简单，横财就是你不是靠一点一滴累积的嘛，突然间一大堆钱财给你了。但他没有讲这句话的后面，当你得到横财的时候，你怎么样管理它？到底对你是好事还是坏事？他没有讲。我们就看最近有一个新闻哈，台东一位2线2星的警官叫李泽明，他竟然是运毒的首脑，已经被抓到了，而且囚刑12年。这囚刑12年还是一个非常有点奇怪的判决啦，不是判决，是囚刑啊。他本来是要运那个3级毒品，但是不知道怎么样，他委托的那个船哈，那些下手，他去买了2级毒品，就是买了2级毒品，20品罪都重了。然后他这位警官被抓到的时候，还跟那个法官求情说：“对不起啊，我本来是要买3级的回来卖，不晓得他给我买了2级的，如果2级的就要求无期徒刑了。”然后现在法官竟然说这样判你12年就好，好像还没有定验，但是这个理解很奇怪的哈。他这个在5月11号发生的，南里查获了一个海钓船走失了29多公斤的安非他命。这位警察，他本来是警官，2线2星的，是男女分驻所的所长，但是可惜他因为贩毒、买毒，买那么多的毒品，不知道害多少台湾的这些百姓。我感到好奇是有2个情况。第一个，这一位警官他原先是一个算是高阶的警官，应该收入生活都不缺啦，但他因为投资的股票，他投资期货惨赔，所以就开始挖东墙补西墙，财务波动扩大。后来又向地下钱庄借贷，他要互助会，又给人家倒会啊，到最后已经没走投无路，想说那我去赌博去试试看，看能赌一把，能够把它赚回来。没想到越来越负债2000万，所以债主竟然跑到警察局要找他要钱，你看多么荒谬的事情。所以逼得他原先是一个好的一个公务人员，但是他最后走了不归路。你都可以从这个故事看到说，第一个，他贪财，对不对？想要去投资那不懂的股票、期货，再来，他的不会管理，那就跟圣经讲的不完全一样啊。所以他们的结局是怎么样的？结局就是变成从抓犯人的警察变成被关的一个罪人。但我们感觉非常惋惜的是，他原先他的父亲是一个退休的校长，他的哥哥是一个医生，他的太太也是从医学院毕业。照理讲，在我们台湾这个社会，是一个非常让人家羡慕的家庭嘛。但他因为一步错，步步错，他的人生就变得不一样。我们可以从这几天才发生的故事看到说，是的，钱财多并不是对你是好事，因为你不会管理，丢给你反而是一个灾难的开始。那这个不是我自己信口开河，因为有那个大学国外的大学跟台湾有一些学者都专门在社会学在研究那个中乐透彩的得主，
他们的结局是什么样？我不知道你们有注意到这个新闻吗？因为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因为大家都羡慕他有钱嘛。但听说，而且是有证实的有记录的，就是这些人有70%的乐透组得主最后是破产。那么有钱为什么会破产？因为他不会管理，他遇到一大堆从来没有碰过的状况，他不会面对。还有一本书，日本人写的，他写说亿万乐透得主都没有好下场看起来好像哎呀，你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对不对？酸溜溜的。不是我们嫉妒发大财的人，真的是因为他们大多原先没有具备受托管理钱财的能力。所以基督徒，我们真的不要向上帝求说，上帝给我发大财，是要跟上帝求说，有能力来管理钱财。这个也是为何的你看到我们台湾呢，常常有一句台湾的俗语说“喝鸭尾贵三呆”，好像又是在酸那些有钱人，对不对？但其实喝鸭尾贵三呆，重点就是在这里，因为他的儿子、他的孙子根本没有管理钱财的能力。那首先第一代创业的，他知道钱不好赚，他很勤俭，他很会思考怎么样处理这个钱财。有时候缺钱怎么办？有钱怎么办？但是第二代、第三代，他已经失去这个能力，或是父母亲疏忽了这一种在钱堆长大的孩子，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孩子，他们没有这种能力管理。所以基督徒一旦有这样的概念，我们就发现说，为什么犹太人他们的财务钱财呢？他们是千代的，不是我们讲的1代、2代、3代就没了。他们是能够流传千代，不是他们厉害，是因为他们真的有照圣经的教导。好，这本书叫做《亿万乐透得主的下场》一个图片在讲说，人一直要爬，但是有很大的陷阱的漏洞，你得不到，那自己的生命都失去了。在这个时候，要顺便广告一下，我们教会的会期执事他在台南神学院负责推广教育。这一个学期呢，开了有这2个课程，蛮适合我们去学习。他就按照刚刚我介绍那本书那个理财有道，一位徐大雄老师他是一个财经的专家，他要教导理财有道你有兴趣的话，可以跟会期执事要那个电子档可以去报名，才11周，你可以了解说基督徒应该怎么管理钱财。另外还有一个，你说这个做事业的或是你一个对经营有兴趣的，可以上这个课程，是吴道昌长老他上的他的经营有道的课程是9周的课程那在10月开始，所以还来得及报名了。那这是我们台南的很有成就的一个基督徒的老师这是理财有道的图卡，这是经营有道。那期待我们弟兄姐妹，不只是从圣经领受这个概念也是实际去执行，你到底你身上的财务你怎么处理？那我相信你一生受用，而且一生是活在尊贵、荣耀跟丰富的里面。那圣经对管家受托的教导有几项牧师要跟大家一起学习首先是学到保罗他所做的教导。刚刚我们读的经文，他这样说：“我这样说不是因为我缺少什么，我已经学会对现状满足。”他是先学满足，而不是学多少钱。我知道怎样过贫困的生活，也知道怎样过富足的生活、富裕的生活，因为我已经得到秘诀了。好，有的人苦哈哈的一天有1餐饭能吃就好了，就满足了，那很好他反正不求什么但是，一旦富有，就像刚刚我讲的，很多人不会处理那保罗说：“我会贫穷，我会富裕，都得到秘诀。”而且他说：“随时随地饱足好。”
饥饿也好，丰富好，缺乏也好，我都知足。保罗的一个重要的命题是说，任何情况我都足够了，我都知足了。那一个知足的人，他是最丰富的人，因为他不缺嘛。有些人他还缺，他不是缺金钱，就是缺健康；他不是缺健康，可能就是缺亲情。那你觉得他丰富吗？保罗说：“借着基督所示的力量，我能够适应任何情况。”他不是自夸自己有能力啊，因为他说：“我借着耶稣所示给我的力量。”所以，一个基督徒他跟神有一个密切的关系。他从圣经、从信仰、从灵修里面得到这样的概念，这个信念是施行在你的生活当中，因为这个是主耶稣给你的力量。在保罗这样的教导，我们把它整理一下。第一个，他已经学会对现状满足；第二个，他知道怎样过贫困的生活，也知道怎样过富裕的生活。他还确信说，这个是借着基督所示的力量，他能够适应任何情况。最近有一本书在介绍说，它的题目叫做“满足”。我们教会长老陈长老满足长老的名字他说：“满足与其追寻幸福，不如学习如何满足。”这是一本最近才出的书了那是时报出版公司出版的，是德国一位科普专家他所写的，他写的书蛮畅销的他有几句话很有意思，提醒我们。他说：“你感受不到幸福，是因为你追求的是比别人幸福。”各位记得你有钱多少不重要，是你跟人家比人家少，那你就永远欠缺了。别人比你多，你就觉得你不幸福嘛？那你永远就追逐不了，那个阶梯永远爬不到顶啊。他说：“满足才是人生最高的境界。”这本书的一个封面一个德国的作者所写的，有两句话我们可以学习。他说：“满足不是得到自己所想要的，而是感谢自己所拥有的。”你得到自己想要的，你还不想继续得吗？你穿了一件美好的、漂亮的衣服，你想着第二件吗？你开了一辆保时捷，你还想再多开一辆更好的车嘛？对不对？所以你一旦感谢了，你的心就充满了丰富。所以他说，幸福只是追寻满足的副产品，而不是最终的目的。副产品而已。因为你在感恩满足的过程当中，你一直有幸福。幸福是在你因为满足的过程一直拥有的。但是你如果不满足，这个幸福永远不在，那多可惜那个程序跟追求方向不一样，就差好多。所以呢，对不起，箴言30章8到9节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教导。他说：“使我不撒谎，使我也不穷也不富，只供给我所需要的饮食。如果我有余，我可能说我不需要你；如果我缺乏，我可能道歉，羞辱了我上帝的名。”看起来好像很中庸上帝为什么不给我丰富一点？他是说不穷也不富，不穷也不富其实也是个比较的。我们在台湾觉得薪水不太多，但是我们到东南亚，我们到印度，我们到非洲，我们觉得我们是富有的人，对不对？但是你到北欧那些高消费的国家，你会觉得，哎呀，我的口袋钱怎么少那么多？我们在英国，我们有教会的姐妹在那边读书，哇，这个一个月的那个房间的租金要好几万，那不得了。好了，那箴言的教导是说，让我不要太富有，也不要太贫穷，因为我这样才不会不认神，也不会因为缺乏就去作奸犯科，羞辱上帝的名。那这个是我们刚刚所学到的学到一些我们一个怎么样成为一个有能力管理上帝所交托的财务的。一个是刚刚我们讲的
我们知足嘛，满足，我们就不会觉得缺乏。第二个是我们刚刚讲说，不求也不顾，因为我们永远在足够的当中，一个幸福感一直存在的，不只是小确幸，是真的觉得是幸福的。最后一种能力更大是什么呢？就是借着慈善、施舍得着这样的能力，那真的是把人生对财务的管理发挥到淋漓尽致。因为大家可能跟牧师这个年纪人更深刻的认识的一位非常出名的影星叫周润发周润发他演的电影真的很多人喜欢看的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人活到极致，一定是数与减，因为已经不需要什么了，数跟减才是人生最幸福的部分。”他在受访问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他跟他太太没有生孩子但是他们很快乐，因为他们常常去旅游了，去各个地方走了，他去吃小吃啦，不是去吃大餐厅的。他说我们已经把这笔钱一共56亿，不是56万，是56亿，100%捐了出去，以设立好慈善基金会手续也办理。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个另外的新闻跟这个有关，他说周润发呢，他在过生日，他怎么样？他到路边摊去吃一碗他喜欢吃的东西，他觉得这是最大的幸福。但是其他的演歌星，他是去那个大场面排场，那个最高级的那个鱼翅这边要庆祝。同样是非常第一线的影星，他的观念差很多，所以他跟他太太天天感到非常的快乐。他常常来台湾，也是到路边摊到夜市去吃东西。那另外一个故事就更让我们觉得惊讶后来大家有看到这边这个文章，他说有一个隐士的慈善家叫做查克费尼，他只带着15块的，当然是美金的15块的卡西欧的手表，但是他却是隐姓埋名捐出了560亿美金，但是他却衣着非常的简朴。他想他的手表，他说有人戴了好几十万的名表，但是他说我这个表跟他一样准时。你看这个有钱人讲这种话，我们才觉得很有道理不然我们觉得应该要戴好一点的，对不对？他赚的钱呢，他是透过一个大西洋慈善基金会捐赠出去，而且根据统计，他远超过我们常常在历史上非常出名的那个美国的石油大王叫洛克菲勒，他们的家属所捐立的基金还要更多。当然有可能是现代的币值比较贬洛克菲勒在那个时代所捐的钱，真的让人家一直称颂而且他们捐的钱让全世界非常的震惊这样子。好，那这个叫查克费尼，他隐姓埋名，他赚的钱人家不知道他用到哪里去，他就不让人家知道就对了然后呢，他就是开了全世界各地机场都有的一种 DFS 全球的免税商店，都是那些高贵的奢侈品。那看起来跟他贫穷，他更来显图很差异很大。人家有兴趣研究这个有钱人然后呢，好，有一位爱尔兰的传记作家，他就跟随了查克2年，他写了一本书，他说不是亿万富豪的亿万富豪，他说查克费尼如何秘密的聚财跟散财这是这本书的封面这样子。然后这个查克费尼的观念跟我们一般人想法差太多了。他说他不赞成将金钱留给他的后代，而且他的孩子也觉得很 OK 很自然他的孩子要赚钱还要去他们的店里面打工，他不是无偿给你的。然后他讲这句话，他说不知道大家觉得有没有道理？他说无疑会给他们带来这么大的麻烦。今天的钱就应该解决今天的问题，后代有什么问题应该由自己来解决。我知道这个是基督教的信仰传承的，欧美很多社会，孩子不会想要叫父母亲钱给他，
但是我们知道，刚才很多遗产在分配、律师这些事情都有，但是很多小孩子的观念觉得说，爸爸的钱是爸爸的我自己我来赚这样子。然后呢，他讲一句很有趣的话，说人家问他为什么要捐掉所有的财富，他说因为我师父没有口袋，所以放着也是放着，让小孩去吵架、去争产，他说多麻烦了，他就把它捐出去。但是有一个奇怪说，查克费尼他不爱钱，不爱花钱，不爱金钱，不爱享受，为什么？为什么要累积那么多钱？你不想钱，为什么要赚呢？原来有人在做这样的研究说我们知道，我们所谓的资本主义有人的研究，这个德国的社会学家韦伯他说，这个资本主义跟我们的长老教会跟新教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关联，因为新教的基督徒呢，他们有一个概念，就是说我要我的一生来荣耀神。你在你的行业、你的产业、你的财务上，因为有好的成就，才能荣耀上帝。所以钱财不是为了炫耀我自己，是我为了要荣耀神。所以他讲了一句话，他说：城市的成功证明上帝的恩宠，但是经济冲动跟宗教情怀是可以互相支持的。他说这句话等于就是可以来研究这个查克费尼你既然不需要钱，为什么赚那么多？他是说他想要荣耀神。然后呢，这个有一段话没有写在里面他这样全部的做捐献，他认为他本身呢，在透过他的太平洋基金会，后来因为他要把所有的财产都变现他把这一间非常大的一个奢侈品的那个免税商店就卖给了法国的财团，然后他必须要登记登记才曝光说原来这些钱都是他捐的。那我们当然看到这个很特殊的例子我们没办法像他们一样的那种豁达大度，但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在你身上拥有的，无论是多或是少，请记得神要给你一个管家的能力，这样的能力你才能有一天神要托付你更多的时候，你知道说对因为神给我这种能力，我多的时候我也能够管理就像保罗所说的，我能够怎么样在富有的时候，我们在贫穷的时候，我凡事都得着能力。你有这样的秘诀吗？这样秘诀才是你一生得幸福的开始。我们求神让我们互相教会的每个基督徒都是丰盛的基督徒，是神所祝福的基督徒，是一个幸福的基督徒。